好，大家依家喺屏幕度啦，見到有好多唔同排版嘅 photo booth 相片啦。咁1、2、3就係書籤型嘅，2寸乘6寸嘅。咁另外其他嗰啲咧就係 postcard 嘅。咁選擇方面咧就冇限制嘅，1至12都可以揀嘅。舉個例，如果你需要選擇2款嘅，咁你就可以揀晒1又得，或者揀晒2都得，或者你可以揀1同12都得嘅，唔同配搭都得嘅。橫同直都可以嘅，譬如你可以睇翻11同10，咁一張橫一張直嘅都可以嘅。咁2寸乘6寸咧，咁其實都有唔同嘅排版嘅嚇，咁可以有3張啦，甚至乎4張嘅。咁你可以將啲物件可以放上面，或者啲物件放下邊得嘅嚇，甚至乎喺中間得嘅。你可以望下圖片嘅 sample 啦。咁另外咧就 postcard 咧都有唔同嘅選項嘅。咁譬如一張大張嘅啦，或者影2張啦，咁上邊空間多啲，可以擺一啲唔同嘅 design 啦，或者3格啦、4格啦。咁如果你個活動咧本身係有一啲主題嘅，舉個例，如果婚禮啦，可能有啲 invitation card 啊，或者本身係會有一啲你嘅自己嘅主題嘅個花隊啊，或者有一啲唔同嘅特色嘅，咁你都可以俾個主題我，咁我幫你配搭翻嘅。咁入邊有啲唔同嘅字型啊、字款啊，咁你可以提供俾我啦。咁仲有嗰啲 pattern 啊、色調啊、字型嘅顏色啊都可以啦。譬如話主題啊、風格啊，甚至乎你可以俾啲婚紗相我啦。咁如果係公司嘅或者 event 嘅，咁你都可以俾翻一啲當日嘅主題我啦。你會唔會有一啲 poster 啊、公司 logo 啊，或者當日 event 嗰個 title 啊、主題啊，咁你都可以 send 俾我嘅。咁我會盡量喺個設計度咧配合翻你哋嘅主題啊、色調啊咁樣嘅。OK， 咁到最後啦，就喺度啦，就用少少時間啦，講一啲有興趣自己 DIY 係啦。咁我就攞咗一張 postcard 嘅相去做一個示範嘅。咁灰色嘅位置咧，其實就係嘉賓拍攝嘅位置嘅，影相嘅位置嚟嘅。咁其實咧嗰個大細咧，其實係隨意嘅。咁只要按住3:2呢個比例咧，放大縮細就得噶啦，係啦。咁你可以1格啦、2格都得嘅。咁總之嗰個灰色個框咧，就按翻嗰個比例就可以噶啦。咁所有拍攝位置啊、日期啊、名啊，都唔好去到4條邊嘅盡頭啦嚇，盡量留翻1分至2分嘅出血位咯。咁就望落去就會比較舒服啲咯。OK， 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咁如果關於以上嘅片段咧有唔明咧，都可以 WhatsApp 我啦，或者直接打俾我都得嘅。係啦，咁希望大家對做相片製作啦多啲了解咯。好，拜拜。